干嘛呢？刘洋老师。别聊了，同学们，听说你们最近弄了一个特长生计划，有没有这回事啊？对，苏老师，你也知道了？我知道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计划非常好，不仅可以丰富你们的业余文化生活，而且会对高考有帮助，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嘛。你们练得怎么样啊？练得特别好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好啊。哎，那我们请李宇中同学来给我们表演一下。安主任同学，可以借我一个道具吗？请用。谢谢。开始了。可以。宋老师，这个是李玉忠的绝活。绝活？我没看出有什么绝的地方。这绝活叫睡觉。好，我们让他睡着。好，我来给你们上课。你干嘛呢？刘洋老师，我表演呢。你演个啥？睡觉。什么跟什么？我在给宋玉浩表演睡觉，没想到真的睡着了。什么宋玉浩？那是你宋老师，赶紧给我起来回家去。先把他了。我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啦，赶紧洗洗手，进屋吃饭吧。好。宝宝，吃饭了。小安，刚才见到我不打招呼吗？叔叔，小安，来拿着，我不需要这个。拿着吧。现在的小孩啊，都是人手一台。以前啊，我没本事，没给你跟你妈好日子。现在啊，我有钱了，以后需要什么就跟我说一声。来，今天高兴，咱俩喝一杯。来，哎，你就别让小安喝了，他晚上还出去打工呢。打什么工啊？现在有钱了不是吗？就把今天晚上那个工啊给辞了，不去了啊！不行，我在酒吧干挺久了，而且白哥和秋哥对我特别好，我不能说不干就不干了。啊，先吃饭来。快吃吧，快吃吧。来，小安，多吃点啊，待会儿还干活呢。啊！说话。哦，今天中午有空吗？干嘛呀？我想请你吃个饭。好呀。啊，还有慕容碧玉。还有谁？
慕容冰雨，你先别生气，我主要是想让你过去把我们这些人的关系谈谈。好吧，等我。好，等你啊。苏老师，是他非要让我来，要不我先撤，你们聊。哎，不是，没有关系啊，反正也没有什么你不能知道的。那我们点菜了，你想吃个什么呀？来，服务员。今天我请客，我来吧。还是我来吧。不用了，我来吧。我来吧。我知道我们家阿斌爱吃什么，不爱吃什么。这个，其实我也不是非要来，主要因为我们家阿斌的为人我知道，他不会背着我干一些不合适的事情，不管对方是谁。今天来呢，主要目的是要谢谢你，因为之前学校的事情也麻烦你了。不用谢我，我不是为了帮学校，我会来中海市，只是为了斌哥一个人。我不想看他为难，他难受。是啊，他一难受，我作为他的女朋友会更难受。所以话说回来，还是要谢谢你啊。啊，对对对，我还没有好好谢过你呢。你看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先干。我说过了，不用谢我，我不是为了帮学校，我是因为喜欢他廖学兵，所以才愿意来的。这点他知道，我也知道。但是遗憾的是，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呀。我从来不认为爱情有先来后到，只要人还在，一切都来得及。你没有看过足球比赛吗？有守门员也是一样可以进球的。那也得先看看这球在谁脚底下呢吧。现在这个球已经进了球门了，而且球门也已经关了。我劝你还是趁早退出吧。我从来只知道前进，不知道后退。吃饭，吃饭啊！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觉得，作为一个女人来说，把自己最美好的时光都浪费在那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上，还是有些遗憾的，是吧？爱一个人是浪费时光吗？我的爱不是。我不管斌哥现在和谁在一起，我的爱都不会比他少，只会更多。还有很多别人给不了的。那也得看他这心在谁那儿吧。